100間咖啡店地圖第25集，旺角骨子裏。大家好，我係小編 Alpus。旺角鬧市嘅地庫隱藏咗一間日系簡約嘅咖啡店。骨子裏環境開陽光猛，有自然光入到鋪頭裏面，同時都係寵物友善餐廳。杯碟上面仲有店主親手設計嘅燕子的標誌，一定要試佢哋嘅招牌北海道紅豆牛油吐司。哇，切落外脆內軟啊個包，後切去皮，吐司烘到金黃香脆，搽滿香甜嘅北海道紅豆，再放一塊冰凍牛油。不錯不錯，好靚嘅熊仔拉花熱拉提。咖啡可以自己揀兩款風味豆，靜岡深炒豆帶黑朱古力同焦糖香，台南冠軍淺炒豆就充滿果香同花香。玉子牛角包，小熊雪糕日本咖啡果凍係屬於夏天嘅甜品。店主 Bonnie 曾經為咗追夢暫別2年，去北海道實習搞畫展，翻嚟之後將設計同咖啡重新融合。呢度唔只係一間咖啡店，更加係一個承載住勇氣、創作同人情味嘅空間。呢度只係100間咖啡店地圖嘅第25集。留言咖啡 EP25，我會俾翻間咖啡店嘅詳情你。下一集我會帶你去另一間隱藏版咖啡店，追蹤我哋一齊去齊100間咖啡店啦！